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十分好書，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每日10分鐘，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大家平時喺屋企食飯，又或者出街食飯嗰陣，有冇聽過長輩或者朋友講過呢啲說話？例如話椰子油好健康，可以預防老人痴呆；又或者話微波爐叮出嚟嘅嘢食會致癌，千祈唔好用。甚至話味精有毒，食多咗會甩頭髮同埋對身體唔好。呢啲聽落似層層嘅健康資訊，到底有幾多係真，幾多係假呢？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呢本書叫做《餐桌上的偽科學》，作者林慶信教授，佢係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嘅退休教授，擁有40年醫學研究經驗。佢喺書入面用最新嘅科學論文做證據，為大家逐一拆解呢啲流傳甚廣嘅飲食同埋健康謠言。第一部分，破解常見嘅食材迷思。首先，我哋嚟講下近年被捧上天嘅椰子油。好多網絡文章都話椰子油係好嘢，可以減肥護膚，甚至預防阿茲海默症。但係作者指出，椰子油含有92%嘅飽和脂肪酸。喺醫學界嚟講，攝取過量飽和脂肪酸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至於話椰子油可以預防阿茲海默症，作者查閱過相關嘅科學研究，發現嗰啲支持椰子油嘅論文，多數都係發表喺低水平嘅醫學期刊，可信度存疑。反而權威嘅醫學機構，例如美國心臟協會，就曾經發表文章，明確建議大家唔好使用椰子油，因為佢會增加壞膽固醇。所以椰子油由黑翻紅，好多時只係商業行銷嘅手法，大家唔好盲目跟風。第二個常見嘅迷思就係關於味精，好多人去餐廳食飯都會特登叫侍應走味精，覺得味精係化學合成嘅毒藥。其實味精嘅主要成分係脯氨酸鈉，呢種成分喺好多天然食物入面都有，例如番茄、芝士、蘑菇咁。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喺1995年就已經公布，食用正常分量嘅味精對人體無害，亦都無證據顯示味精同任何慢性疾病有關。當然，如果你有高血壓或者心臟病，需要限制鈉嘅攝取量，咁味精同埋鹽一樣都要適量食用。但係對於一般人嚟講，對味精實在無需要過度恐慌。第三個迷思係關於微波爐。有傳言話微波爐加熱食物會破壞營養，甚至產生致癌物質。作者為咗呢個問題，專登去找咗幾十年嚟關於微波爐烹調嘅科學報告，結果發現，相比起傳統嘅煎炒煮炸，微波爐加熱反而更能夠保留食物入面嘅營養素，例如維他命 C 同埋葉酸。而且微波爐加熱並唔會產生致癌物質。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微波爐，佢係一個方便又安全嘅烹調工具。第二部分，營養補充品嘅世紀真相。講完食材，我哋嚟講下好多人屋企都有一大堆嘅營養補充品。作者喺書入面用咗好大篇幅揭開呢啲補充品背後嘅真相。第一樣要講嘅就係大家最熟悉嘅維他命。好多人以為食維他命丸可以強身健體、預防疾病。但係作者引述一項2018年發表嘅大型研究報告指出，維他命同埋礦物質補充劑對預防或者治療心血管疾病完全冇幫助。甚至有研究顯示，過量攝取某些維他命補充劑，例如維他命 A 同埋 E，反而會增加死亡風險。作者強調，維他命係微量營養素，只要我哋日常飲食均衡，就已經攝取足夠，根本無需要額外食補充劑。另一種非常受歡迎嘅補充品就係膠原蛋白。廣告成日話食膠原蛋白可以令皮膚保持彈性、青春常駐。但係從生物學嘅角度嚟睇，任何蛋白質，包括膠原蛋白，食落肚之後都會被腸胃分解成氨基酸。身體會將呢啲氨基酸重新組合成不同嘅蛋白質，去供應身體各個部位嘅需要。所以你食落肚嘅膠原蛋白係絕對唔會直接變成你皮膚上面嘅膠原蛋白。更殘酷嘅真相係，膠原蛋白缺乏人體必須嘅食氨酸，喺營養學上屬於不完全蛋白質，營養價值其實非常之低。
與其花大錢買膠原蛋白補充品，不如食多兩隻雞蛋或者飲杯牛奶，吸收優質蛋白質仲實際。仲有一樣近年好流行嘅產品就係酵素，市面上有好多標榜可以排毒、抗衰老嘅酵素飲品。作者解釋，酵素其實即係酶，大部分嘅酶只可以喺細胞入面發揮作用。你將植物提取出嚟嘅酵素飲落肚，喺胃酸嘅作用下，好快就會被分解成氨基酸，失去原有嘅功效。除咗少數水解酶，例如鳳梨酵素，可以勉強作為口服藥劑之外，絕大部分嘅口服酵素產品其實都只係商業噱頭，對身體並無實質嘅保健功效。第三部分，認清科學證據，建立正確嘅健康觀念。睇完上面嘅例子，大家可能會覺得好灰心。原來平時聽落好有道理嘅健康資訊，好多都係錯嘅。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先至可以避免被呢啲偽科學誤導呢？作者喺書入面教咗我哋幾個重要嘅觀念。第一，要認清相關性唔等於因果關係。好多新聞報道會話某種食物同某種疾病有相關性。例如有研究發現大腸癌病人體內嘅維他命 D 水平偏低，呢個只係一個相關性嘅現象，並不代表缺乏維他命 D 就會導致大腸癌，亦都唔代表食維他命 D 補充劑就可以預防大腸癌。好多時啲保健產品嘅廣告就係利用呢種邏輯上嘅跳躍，將相關性誇大成因果關係，誤導消費者。第二，要明白天然唔等於絕對安全或者好。好多人覺得有機食品或者天然草藥一定比化學合成嘅好，但作者提醒我哋，自然界都有好多劇毒嘅物質，而且大規模嘅農作生產，即使係有機農業，都難免會使用一啲法例容許嘅化學物質。所以唔好盲目迷信天然，最重要係食物嘅來源可靠，同埋飲食要均衡多樣化。第三，對任何極端嘅飲食療法都要保持警惕。例如近年好流行嘅生酮飲食法，主張大量攝取脂肪，極少攝取碳水化合物。雖然短期內可能有減肥效果，但長期依賴高脂飲食，對心血管同埋肝臟嘅潛在風險，目前醫學界仲未有定論。同樣道理，提倡完全唔食動物性食物嘅極端素食療法，亦都未必適合所有人。作者認為，均衡、多樣、中庸嘅飲食先至係最穩陣嘅健康法則。第四部分，總結與行動建議。總括嚟講，餐桌上的偽科學呢本書用大量科學證據，幫我哋釐清咗好多根深蒂固嘅飲食迷思。佢話俾我哋知，世界上冇任何一種超級食物可以治百病。亦都冇任何一種補充品可以代替均衡飲食。我哋與其花大量金錢同埋心機去追逐各種神奇嘅保健品，不如踏踏實實咁回歸基本步。呢本書好適合每一個關心自己同埋家人健康嘅人閱讀，特別係嗰啲經常喺網上睇到各種養生偏方，覺得無所適從嘅朋友。睇完呢本書，你會學識點樣用科學嘅眼光去分辨真假資訊，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如果你睇完呢條片，想即刻為自己嘅健康做啲嘢，我建議你可以由今日開始停止購買一啲未經科學證實嘅營養補充品，將嗰啲錢用嚟買多幾種唔同顏色嘅新鮮蔬菜同埋水果，將注意力放喺建立均衡嘅飲食習慣同埋保持適量嘅運動。呢個先至係最有效嘅養生之道。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平時最常食嘅保健產品係乜嘢呢？睇完今日嘅內容，你有冇打算改變你嘅想法？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俾個 like 同訂閱，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